今日講下5個常見刺上身嘅符印。首先講下泰國嘅法力刺符，可以庇佑平安避險，有助於招財納福、人緣圓滿、事業順利。其中最常見嘅有以下幾種符印。第一，九層塔。九層塔象徵9位佛祖嘅庇佑，代表保佑一生平安、防意外、防險避難，係泰國傳統法力刺青中極具代表性嘅基礎圖案之一。第二，八方符，又稱八方法輪或四方佛輪，以輪狀圖案代表8個方向，每方注入特定佛法能量，幫持有者無論身處何地都受到保護。第三，老虎符案，分別有上山虎、下山虎、老虎頭、飛天猛虎、轉運虎等等，呢啲符案共同嘅寓意，掌握大局，勇往直前，遇事堅定，提升機會。第四，象神。象神喺印度教同泰國佛教中被視為智慧、財富、成功之神，亦都係破除障礙與邪靈惡魔之神。第五，精燭，即係我哋常見嘅壁虎。精燭喺泰國代表住強大嘅適應能力同頑強嘅生命力。善信會將精燭視為象徵財氣同食物充足嘅吉祥物。我仲整理咗另外19個符印集合解釋，如果你想知道更多，可以留言話我知。